台南市普济店今年举办王孙节，沙地请生活仪式当中，甲西罗店发生二定对二定的事件，雄雄宣布断交。相隔一天，西罗店21号召开说明会，40外间交杯敬公庙，300外人聚集伫咧庙埕。做出爱的事情，啊，有咱这个对咱无尊重，啊，对咱无尊重，伊啊，提出我想你讲我哋回顾冲突现场，西罗店表示，早伫咧今年6月份，就向普济店表明只会出动副驾声明，当时暗中安排事态保定店，也过11号请神动工，普济店总干事洪忠义看西罗店也是指派出副驾，伫西罗店内情绪失控，当场表示两庙霸当声明交情中断。西罗店这一步说明，甲有强庙的交情向来是庙对庙、委员会对委员会的关系，从来毋是神明对神明的交陪。而普济店二定开工到打77档，嘛无霸档交陪争议之说。新营太子宫坐中尉是去年会议就已经知影，由原市小体可以丢比全力配合王孙节。以阮的感觉，王孙节，哦，照你讲是无出无入，双方面3届双方出国，经过3届问题。西罗店表示，一切拢经过跋杯亲自主讲，公道自在人心，互这件代志交予社会大众公平。台南新闻所报采访报道。